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风靡全台湾的手机啊游戏。皮克敏，互真侪业者看到赚钱的机会，包括这个游乐园，包括旅行社等等，拢透过这个皮克敏推测到相关的活动。阁有专家来指出，阁会当借这个皮克敏来拼城市的行销。头壳顶有花草，算的人会当改新闻。伫台湾有一阵皮克敏的风潮，和各大业者伫抢上机。像讲有游乐园特别准备明信片，每一个景点有对应的款式，另外一景嘛对这个热潮，推出有限定时间，你若提出皮克敏手机画面，会当有498块门票优惠介绍，而且行1万步，会当另外摕礼物。城市行销嘛有，去年高雄捷运推出轻铁彩绘列车，无论是日常的通勤，还是观光的旅行，人客随时拢有皮克敏来做伴。即马还有旅行社加2026家己艺术节联手设计皮克敏的专车。一天活动为台北出发去嘉义。玩这游戏的人呢，他不单单只是想要自己玩，如果有一群同好，大家一起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这互动感跟这个大家可以讨论度会更高。他们搭配着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宝物，好，或者是特色一些限量的商品，让大家可以有机会获得的时候，那这对于玩游戏的人来讲，也会是一个加分的作用。那当然呢，对于每一个地方的城市行销也是非常大的帮助。皮克敏的旋风，唔那是一日创作话题，嘛是行销市场兵家必争之地。拿到那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